今日我哋要傾下 AI 收據掃描器點樣幫會計自動化。你有冇用過類似工具？我試過，即係慳咗唔少時間。以前咧手動入數咧好易錯漏啊，依家啲 AI 咧一掃即入咧，方便好多咧。係啊，尤其啲發票多嘅時候，手動輸入真係頭都大埋。AI 可以自動識別數據，真係救命。唔止咁啊，啲掃描器仲可以分辨唔同類型嘅收據，分類都做埋，人工處理省翻唔少。最正係連會計系統都可以自動對接，省翻 copy and paste 嘅功夫。你覺得最大改善喺邊度？我覺得係減少錯誤，同時提升效率。以前一個員工要搞幾個鐘頭，依家一陣搞掂啦。咁你覺得 AI 會唔會令會計人員失業？我覺得唔會嘅，反而咧，即係會計人可以集中做分析同決策啦，唔使再做重複性工序嘅。都係有啲人話 AI 會搶飯碗，但其實係幫人解放咗啲時間。啱，仲可以減輕個加班壓力。以前月尾結帳，大家都 OT 到夜麻麻啦。你有冇遇過 AI 識唔到某啲收據，搞到要手動校正？有，尤其啲手寫收據，AI 有時都會認錯，不過咧系統會學習，越用越準。咁講 AI 仲要靠用得多先至進步。其實企業普及咗未？大公司用得多，中小企都開始接受啦。不過有啲人仲未信得過 AI，怕安全問題定資料外泄都有啦，尤其財務資料敏感啦。但好多 AI 平台都有加密保障啊。我自己最欣賞就係節省時間同提升準確度。你覺得下步係咪會連稅務報表都自動生成？有可能嘅，AI 發展得快，連預算審計都自動化埋都唔出奇。聽落好似將來會計行業都變晒科技化。你點睇會計人未來角色？我諗會計人要識得同 AI 協作，多啲做策略同風險管理。總括嚟講，AI 收據掃描同自動化會計真係開創新局面。大家又點睇 AI 會唔會取代傳統會計呢？